鋁板模啦。佢主要係用人手操作嘅，優點就係比較其他嘅鐵板模輕，所以由上板至到裝嵌都可以由人手包辦，就算天秤壞咗都唔會影響進度噶。而鋁板模比其他鐵板模咧，仲有較多變化，好似外牆做埋窗台同埋露台都一樣冇問題噶。而鋁板模喺完工之後，大部分都可以翻用，夠晒環保啊！落出嚟嘅石屎效果又比用傳統板模靚，即使真係分分鐘可以考慮慳翻啲泥水批盪添噶。而且施工又安全，裝嵌工友只要訓練1-2次就可以上手。加上通常都會安排同一班工友長期負責一個單位，所以好易變成熟手技工噶。而局限咧就係所用嘅人手比起鐵板模就梗係多啲啦。另外喺用鋁板模嗰陣時，最緊要留意下地盤有冇足夠嘅空間嚟做儲存同埋裝嵌至好。咁喺開工之前一定要做模擬裝嵌，即係 try panel， 睇下成套板模有冇要改善嘅地方之餘，順便訓練埋班工友啊嘛。如果地盤冇地方嘅話，咁事前就要考慮喺其他工場先做好裝嵌，再編清楚板模貨運記號，即係 package list， 然後先至好運去地盤用噶。另外，板模仲一定要有系統咁編排板模記號同埋安裝次序，即係 numbering system。因為系統處理得好，出料嘅時間又同地盤應用互相配合，咁樣先可以確保裝嵌程序順利，同埋加快施工時間噶。鋁板模所用嘅工具咧，就包括有手錘、鐵筆、壞把、支字馬、尖尾卜、拉桿。而鋁板模嘅主要材料就包括埋鋁板同埋鋁角，再用扁鋁即係 stiffener 嚟做加固嘅。其他配件咧就有絲山、插恤。另外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牆頂同埋樓面嘅夾口位，係會有特別設計嘅 strict ledger， 令到罅位減到最細。上料嘅時候咧，外牆要有安全嘅棚架，仲要高過落石屎嘅層數，而流籠就會留窿，方便運送。施工嘅時候要按圖則裝嵌，要留意散件組合嘅穩固性啊。板模夾口嘅鎖碼要收緊，威領要裝得穩。管工 check 準企水之後，就要再加斜撐嚟到穩定牆身啦。不過用鋁板模仲有啲嘢要特別留意嘅，所有石屎未夠日子都唔可以拆頂，尤其係頂住趷雞樓面嗰啲啊，唔係啊會影響結構安全噶。